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要读启示录20章7到15节。1000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。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。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是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的经文呢，就是讲到说这个人类最后一次背叛神的战争，由撒旦统领，哥格和马各代表地上不敬拜神的各国，这些国结合起来敌对神，这些敌对神的势力就被天火烧灭。之后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这个审判就是最后的大审判。主有一个生命册，这个案卷展开的时候，记在其上的都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如果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阿们。